若讲这个森林要来起价咯，市占率上悬的森林的大厂林凤营开第一枪，7月中要来调起2块到4块，连带影响的是掺森林的饮料。饮料店的头家讲，因可能嘛要对咧起价咯。另外，彰化饲牛的农民嘛讲，牛的饲料5月已经起过30%，即摆7月阁要来起7角，这反映成本，所以生冷的价效无起嘛袂使哩咯。香醇的牛奶加茶，正做一杯好啉的牛奶茶。搁无过加牛奶，这一杯搁一杯用牛奶做凉的，是真侪人热天上喜的饮料。不过这内底掺的牛奶未起价咯，而且是市占率上悬的牛奶大厂林凤营。7月中调起价效，国民行调超2块到4块，互真侪做饮料的头家真无奈。去年涨了3块，今年又涨了2块，最近7月份又涨了2块。真的，如果真的成本不够的话，我们的商品可能会要调涨一次。如果它的涨幅真的很大的话，我们这边势必也是会涨下去啊。做饮料业者嘛讲，起价影响到成本，未来商品可能会对咧起价。6月1号开始吼，全基础乳价吼要提2块啊，啦，平1块的饲料价效吼，饲料已经提30%。哦，即马7月开始吼，搁提一7角。彰化饲牛的农民讲，饲料一直起，才会影响到牛奶嘛对咧起，带动别的民生物价嘛对咧起。民众未来想要啉牛奶，就要加啉钱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